啉捌酒？是毋是当因变青少年，还是读国校、高中、大学的时阵，当伊的时间，家己会当控制的时阵，教会的生活才做啥物？我感觉卢牧师伊的分享，嘛，互我真做一个足大的提醒。除了讲这3句话以外，佫会当怎样？在这段经文中间，牧师当然将这新朋友、无道友，嘛好亲像是属灵顶头的囡仔，是毋是？互咱带因入来的时阵，如果互伊感受到，咱在意的是互相相争，在意的是比较，谁甲耶稣较好。咱在意的是啥物款的位的时阵，也是因为咱有注意无注意的言语，一句两句的中间，互人倒退几落步，也是亲像伊的姊妹，伊对上帝安尼祈祷呢？我毋知，伊寡无道友会安怎？甚至安尼的时阵，咱阁想讲即寡无道友，哪会信心遐尔软者，哪会追求无热情？一拐两拐了后，就救起来。如果是安尼，我实在要讲，求主赦免咱，求主怜悯咱。如果耶稣因为安尼，伊无欢喜对咱来讲，来看咱的时阵，如果因为安尼，会互咱真实，佮看到咱家己真实的状况，安尼咱佮有机会来改变，敢毋是？耶稣为啥物生气？检查伊嘛看见这，毋过嘛有另外一种，咱会当伫这经文中间来思考的，是马可福音的作者将耶稣为细囝来祝福，放伫一个耶稣甲人谈论关于离婚的代志。伫个离婚的代志中间，当伊伫遐争论的时阵，人来到耶稣面前讲，律法书顶头摩西甲阮教示，伊讲如果因为啥物款的原因，人会当来离婚。不过耶稣伫迄中间，伊搁一摆讲起，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，上帝所安排的，人袂当分开。有学者对这来理解，是毋是耶稣伫这表达的时阵，伊会遮尔生气，是有原因的，也是因为马可福音书的作者咧写这的时阵，从这甲耶稣带囡仔，人要来见耶稣的这个囡仔这个代志。连斗阵是有关系，像耶稣发觉，伊也知影有哪来哪多的囡仔，伊生活伫一个破碎的家庭的中间。伊知影因伫遐是无通误望的，因受到最的伤害。如果咱有机会听到一寡性命咧国校做性命教育的生命教育的妈妈，伊的故事妈妈。伊会甲你讲起讲，伊会教册讲故事的中间，哪来哪多囡仔是伫单亲家庭，也是伫爸爸妈妈分开，也是讲起伊厝的状况，也是讲起因兜伊转去，老爸老母拢无甲伊带，干那咧阿公阿嬷的厝的内底。因为即寡人，因功课顶头检查着落人一步，伊无亲像咱的教会囡仔有好好甲伊照顾。因为安尼。伫学校表现嘛无好，毋过一寡人当因听到教会故事妈妈讲起耶稣的故事的时阵，分享对上帝来听的时阵，因受到吸引，所以呢，就伫咧故事妈妈的边仔，讲起伊生命的故事，讲起一寡代志，毋是遐尼多，毋过伊较无有人知，伊较无听到故事妈妈后边，伊。心中一直听的源头，所以耶稣伫这争论的中间，为什么遐尼生气？有可能耶稣咧思考这个时阵，当人带囡仔来，耶稣看到不只是这寡囡仔、这寡人，是看到这寡人，伊看到伫每一个时代中间一寡囡仔，因活伫破碎欠缺内底。所以耶稣讲，互囡仔、因阮囡仔来就近我，无得禁止因，因为伫天国就是亲像即款的人。因为信在天国的人，就亲像囡仔，毋
毋是因为因天真，是因为因伫即个社会中间，伫因的家庭中间，伊无办法选择大人好伊的迄个环境，伫迄个欠配需要的中间，伊干那会当参像伊个人要救着故事妈妈的囡仔，伊较无伫遐得到安慰，得到稳定。因是参像属灵的囡仔，也是我无道友嘛是安尼，因啥物嘛袂当做，只有较无白白稳定。耶稣讲，想要入天国的人，都是即款的心志。在体验着家己完全的无助的时阵，敢若会当仰望上帝稳定来入天国。耶稣讲了这了后，伊无阁做啥物，无阁讲啥物。伊嘛无，伊就用行动来表达对即群人、对即个囡仔的疼，甲因斗阵，为着因祝福，换手伫因的头壳顶。我相信，当伊转去的时阵，是笑微微啊笑，心满意足的转去。啊，咱呢？当咱阁一摆看起即个故事，读起即个经文的时阵，亲爱兄弟姊妹。今仔日的分享甲信息，检测有一时仔疼。毋过牧师毋是要责备咱，牧师是要搁一摆透过即个经文，互咱看见，咱互相受到提醒，互相来学习，是毋是透过耶稣的眼光，透过伊的心，看见即个破碎、互人伤心的世界中间，有一寡单亲的妈妈。一个离婚的先生，一个太太过身的先生，一个阿公阿嬷外籍的太太，甲因斗阵的囡仔。当伊有一个欠缺需要的时阵，想要一步一步来到主耶稣的面前的时，请咱搁一摆听到主耶稣所讲稳定的话，用阮细囝来就劝我，无得敬因，因为伫天国就是即款的人。因为因的心较无耶稣的疼，啊，咱呢？咱是徛伫倒位？是会救因，还是将因杀伫遐？是毋是当咱看见因的时阵，好亲像嘛看到咱？那般亲咱伫过去第一开拄着耶稣听到即个福音的时阵，嘛是即款的心志。伫伊面前较无来到耶稣的面前，领受着满满的稳定。那么，因为安尼，伫教会继续来出力，伫遮来分享听，敢毋是？是毋是因为安尼，咱会当伫圣神的保守甲光照下面，互咱后一摆，咱的目睭拍开，看起因的需要，奉主耶稣的名，伸出咱的手为因来祝福，听因讲话，互因来食，去探访因，关心因的需要。啊，因为安尼，我相信主耶稣会微微啊笑，心满意足来看咱整个教会正兄弟姊妹伫即个所在所做美好的代志。因耶稣捌讲过，如果咱帮站伫一个至微小的一个中间，就安怎？就是帮站伫伊的身上，就是做伫耶稣的身上，而且不只是做伫耶稣的身上。如果咱看今仔日读的第9章第一段经文中间，耶稣嘛讲起，不只是做伫伊的身上，还佫做伫天父上帝的身上，敢毋是？如果咱安尼，咱佫有机会会当安尼做，当咱有一天入去天国的时阵，耶稣来迎接咱，咱伫天国内底，毋是要做一个发徛的人，毋是一个灰头土脸才入去内底领受稳定的人。确实，耶稣要称呼咱，是真忠佮良善的仆人，甲伊斗阵伫遐坐倒，欢迎迎接。咱看见咱所关心的人，甲咱斗阵坐倒，迄是偌水无比的代志。愿咱在座的每一位，咱领受稳定，咱来用行动来表达即款的稳定，对细囝，对属灵顶头的细囝，拢是共款。阿门吗？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感谢你，
伫你大的恩典的中间，互阮体会，阮是承接你大恩典的人。主毋是看着阮是啥物款，但你来对阮的好，却是阮单纯仰望伫你，你就因为安尼来接纳阮。主啊，求你也帮助阮属灵教会众兄弟姊妹，伫属灵即个社区的所在，诚做光，诚做盐。主，你互因有做温顺，做疼，要伫即个所在，互属灵教会诚做即个所在的光灯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每一位兄弟姊妹，阮即寡生来信仰的人，主，阮也看见，阮有你的眼光，看见社区，看见朋友，看见细囝的需要。主啊，求你也特别保守看顾，互阮属灵教会即寡青少年、即寡儿童，伫即个所在受到好的造就，互因伫属灵的生命顶头有即个前辈好的模范伫因的顶头，因也安尼来跟缀你，诚做你的门徒。主，阮感谢你，求你保守看顾，安尼祈祷几句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